大家好，我係 TCL K-Train 大師，歡迎嚟到講之講第22集。我今日會介紹嘅係北環線。北環線代表色係紫紅色，全長 16.9 公里，預計喺2034年通車。北環線來往錦上路及古洞或皇崗口岸，途經凹頭、牛潭尾、新田、洲頭同河套，而車廠將會設喺牛潭尾站旁邊。喺1994年嘅鐵路發展策略入面提及北環線係西部走廊鐵路近郊客運線嘅一部分，後來改名為西鐵第二期。當年規劃及建造西鐵錦上路站及東鐵落馬洲支線時，已預留空間及設施作日後擴展。鐵路發展策略2000所建議嘅北環線會以西鐵錦上路站連接到落馬洲站，再以支線由新田連接以及古洞站同羅湖站。到2000年5月，運輸局計劃北環線錦上路站至洲頭一段同廣深港高速鐵路共軌。運輸及房屋局喺2014年9月公布鐵路發展策略2014，提出興建北環線，屆時東鐵線及屯馬線連成一線。北環線嘅功能係可以疏導東鐵線同屯馬線，配合新界東北新發展區所衍生嘅客流，改善北區鐵路網絡。2020年12月16日，政府邀請港鐵公司開展北環線項目嘅詳細規劃及設計。項目將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先興建古洞站，第二階段會興建北環線主線。喺2021年施政報告提及因應北部都會區發展策略，北環線主線將會由古洞站向東延伸，由古洞站至安樂村站。同時亦提出咗增設北環線支線，由新田站至皇崗站。喺2023年嘅香港主要運輸基建發展藍圖指出，原先呈環狀嘅北環線東延線分拆出新界東北線，而北環線東延段只會增設3個車站。藍圖亦建議北環線同中鐵線作直通運行。2025年7月9日，政府同港鐵宣布北環線主線同支線合併為一個項目規劃。2025年10月3日，港鐵舉行北環線項目啟動禮，建造工程正式開始。唔知喺北環線嘅開通儀式嘅嗰一日，你會唔會搭上頭班車呢？今日北環線嘅介紹就完到呢度，未完待續。